喺深圳羅湖萬象城㗎，羅湖往萬達地鐵淨係3站就到，超方便㗎。今次呢個優惠真係平到尖叫，298蚊就有足足120分鐘，由頭療做到全身按摩，全套頂配 SPA 添。多利斯6周年寵粉福利，性價比直接拉滿啦！識養生嘅姊妹一定知，3伏天係全面排寒祛濕最佳時機㗎，做一次頂得上平時10次保養，超抵！兩大王牌項目，由頭到腳幫你疏通晒。首先就係防脫氧化頭療，疏通頭皮經絡，擴油去屑，改善甩頭髮，舒緩頭部緊繃同偏頭痛，做完頭皮清爽又輕盈，超舒服。跟住就係全身熱石精油推拿，溫熱石頭滲入經絡，排走體內寒色元素，搭配天然植物精油，由肩頸、背脊、手臂一路按到腳底，全身舒暢疲憊一次性清空晒。按摩力度可以隨心調價，大人同學生仔都適合體驗。芳療師手法溫柔又專業，完全唔會踩雷，放心沖。門店係西活氛圍減裝修，仲有獨立絲襪包間，安安靜靜超治癒，隨手打卡都超好出片。地鐵折價超好走，而家預約到店仲會送甜品小食添。3伏千祈唔好猛撐呀姊妹，日日捱夜久坐返工，長期嘆冷氣，係咪成日口油甩髮、偏頭痛發作？肩頸僵硬、周身含重、濕氣重到攰到不得了，快啲嚟多利斯放鬆啦！120分鐘沉浸式療愈，做完成個人煥然一新，元氣爆棚！6周年限時優惠，錯過又要等1年啦！想要優惠詳情嘅朋友，留言SPA即刻發俾你。